啊，进来一下。进。顾总，有什么吩咐？我记得我们集团曾经要收购一个品牌，叫阿令。啊，对的，阿令品牌是专门做国际奢侈品箱包的，但是由于他们提出的价格比咱们公司的预算高出了10%，所以呢，李理事他们不太赞同收购这个品牌。你打给他们的负责人，就说他们的价格我同意了。什么？这，顾总，他们提出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，理事们肯定不会同意的。要不您再考虑考虑？不用管他们的意见，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出了事我负责。OK？ OK。妍希，你那工作啊真是好，时间悠闲吧，还能赚钱。我看你气色都好多了呢。没有，就是这份工作呢，休息的时间比较多。像这样既轻松又能赚钱的活，换成我啊，我也一定去。哎，下次你们公司招人一定要告诉我，我肯定去。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到哪天呢，说不定哪天我就失业了。暂时的，我说呢。不过妍希，你得早点做打算哦。我心里有数啊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被人包了？去年才被人包了呢。我说着玩的嘛，我还不知道你。你要是想啊，早被人包了，还用得着现在啊？哦，不过看你现在的气色挺好的，是不是谈恋爱啦？哇，不是吧？你真谈恋爱啦？没有，我那根本就不可能。不可能？什么不可能？他谁啊？哎，你告诉我，告诉我。别人的老公。妍希，你当人家小三啊？你小点声行不行？我没有当人家小三，只是说这个人对我特别的好，我有点害怕。我告诉你，再好的男人都不能要，他就是个渣男，都有老婆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千万要跟他保持距离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我跟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还替他说声好话呢，那气死我了！你要是不跟他保持距离，我就跟你绝交。好了，薇薇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你放心吧，我跟他真的什么都没有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老夫人，虽说集团平时的事儿是由西城做主，可是这回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也不和我们理事商量，自己就决定了。明明在价格上还有商量的余地，可结果呢，他这一出手就比预算多出了10%的价格呀。老夫人，说句话，您别不爱听啊。你不能再这么纵容西城了，否则我们……老李啊，你别这么激动。收购阿里品牌的事儿，那是集团早就做出的计划。西城只不过是在价格上面提了一提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你看，你急的。老夫人，你也太惯着西城了。李叔，您来了。西城啊，你李叔来啊，就是想问问你，收购阿里品牌的事儿。你收购的价格，比我们预期的价格可是高出了10%。原来李叔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，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。对方呢一直压着价格，就算我们再僵持下去，他也不会降低价格了。再说了，这10%也没多少钱。以这个品牌在国内的升值空间来讲，这钱很快就会赚回来的。哎呀，可是超出去那一部分不是小数目啊，西城。李叔，您年纪大了，今时不同往日。
很多东西跟你们当年不一样了，很多东西要做就得立刻做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奶奶，我有点累了，我上楼休息了。老夫人，你看见了吧？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，嫌我们老了。别气，孩子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，年纪大了生不得气。锦溪，哎，你回来啦？走，跟我去个地方。走啊！你喜欢什么随便拿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品牌所有的店都被我们集团收购了，所以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。你就是要这家店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哎，贺锦溪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这些不都是你们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吗？我送给你，你还不要？顾西城，你太搞笑了。这女的是谁啊？不知道。贺锦溪，听说顾少爷已经结婚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女的。哎呀，管他是不是呢，反正顾少爷都说了要把整家店都送给他，还说了店里的东西随便他挑呢，可真是大手笔啊。是吗？贺锦溪，你真不识好歹，等着吧，顾西城早晚是我的。啊？顾少怎么不来啊？人家没有时间啦。顾少现在跟我们在一起玩的次数是越来越少。他现在就是天天想着怎么去哄老婆，跟我们不一样的好吗？好像没见过他这个样子。贺锦溪，你站住！贺锦溪，你站住！你什么意思？顾西城，应该是我问你，你什么意思吧？什么我什么意思？我好心送你礼物，你不要还给我甩脸色，你什么意思？送礼物起码要看对方喜欢的是什么东西吧。顾西城，你刚才在干什么？你是在用钱砸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这么说，你不喜欢？我不喜欢，我特别不喜欢。哎，你们女人不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吗？啊！这是谁告诉你女人都喜欢这些东西的？以前所有的女人都让我给她们买包买礼物，你们女人不就这点爱好吗？那是他们，不是我。好，那是我错了，行吧？我现在知道你是好意了，是我反应太激烈了，对不起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送给你。你真的想送给我礼物？那你送我1天时间吧，日期你来选，但是那天做什么要由我来安排，怎么样？好，一言为定。骗人的是小狗。小狗骗人。